做一个台湾人，连在玉山都不能说出说我们是一个国家，那难道玉管处变成是北京中联办在管的吗？好，谢谢大家哈。我刚刚讲咱这一个台湾人，有机会当来爬玉山，爬玉山，那我想这个是一件高兴的事情。那玉山的精神，就是台湾精神。玉山嘛是咱台湾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啦。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大惊小怪。那我相信在每一个来爬玉山的人的心中，可以到最高的这个顶点，3952公尺，心中真的有说不出来的感动。因为也是像我们这种体能不是很好的人。这过程当中是真辛苦啦，那讲袂忝是骗人的，真正是精疲力尽，但是最后可以到这个台湾最高的屋脊，台湾最高的地方，是说不出来的感动，所以我想会来抒发自己的一些心里的想法，心里的感动是做正常的，那我这个放在包包里面的这个台湾独立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这个旗帜，我想这个在民间也是行之有年，就是上面是有一个金鱼的标志嘛，那我认为说咱住伫台湾，咱徛伫台湾，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难道这个是违法的事情吗？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台湾人，连在玉山都不能说出说我们是一个国家，那难道玉管处变成是北京中联办在管的嘛？我相信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啦。那之前有发生过所谓在玉山上面撒冥纸，这种破坏它的自然景观或环境，我想那个可能要去立规定去禁止。但是你如果说像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样的旗帜，或是我也有看到有当天早上有其他的登山的朋友拿国旗的，或者是拿这个民主护台湾的旗子布条的。或者是拿出他们自己的团体的一些旗帜，那在那一刻来拍摄来合影，我觉得这个都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如果玉管处来函问我，我也会这样回答，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灵魂都没有办法存在的话，那这样还是一个国家吗？我想玉管处这个是国家公园，这代表是咱是一个国家，唔太有国家公园，不然怎么会有国家公园？所以我也会这样回复给玉管处。那如果他们认为说这样是违反规定，是违法的，要来处罚我，那我说我是甘愿收，我甘之如饴的。那讲因为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相信现在在讲这个，大家是更有感。看到香港的状况，看到北京是怎么对付香港的人民，所以如果因为讲这样要被处罚，那我也是欢喜接受。